大家好啊！而家所見到嘅係啟德跑道嘅啟德海濱花園，身後邊嘅係新世界發展嘅柏威森，再後邊望到嘅係啟德體育園，有啟德醫院、九龍灣寫字樓、九龍灣嘅避風塘有大量嘅遊艇泊喺度，景觀極之優美寧靜，海風吹來，水波不興。呢個位置係啟德海濱花園，咁望到嘅樓盤係柏威森新世界發展嘅，可以望到啟德體育園、啟德醫院、九龍灣寫字樓同埋九龍灣避風塘，有大量嘅遊船泊喺度，景觀極之開揚，視野非常豐富。